Hello， 大家好，中原地產如心分享嘅 Stephen 張，今日咧同大家嚟海之旅睇一個7座嘅 B 室兩房單位，一個單邊海景嘅單位嚟嘅。咁一開始咧同大家望咗個景觀先啦，基本上就廳房同向，同樣地望住個海景，望住汀九橋個日落景。露台位置咧就曬3一樓。下飯廳方面咧，雖然業主咧就比較多人住，多少少嘅物品，咁但係其實咧個空間感都相當充足。嗰個客廳方面可以做3人梳化，大電視完全冇問題嘅。飯廳方面呢，見到業主左右兩邊呢都有嘢嘅，一邊雪櫃，一邊就一個叫做飾品櫃，都仲有位擺4人飯台。近翻大門口少少呢，業主做咗個4門嘅矮櫃啦，應該係一個鞋櫃收納櫃嚟嘅。隔離都仲有位可以做個層架擺啲鞋咁樣。廚房方面，大部分原裝設計嚟㗎啦，U 字型台面啦，啲家電都齊晒嘅。隔離仲做嗰個台啦，咁有效區分翻個飯廳同廚房之餘，仲有個收納嘅位置。走廊嘅右手邊就浴室，原裝設計冇咩點改動過嘅，業主都保養得幾乾淨，唔錯嘅。至於另一邊呢，就單位嘅細房啦，其實呢間房呢，雖然話佢細房但係其實佢擺雙人床衣櫃完全冇問題嘅。個景觀呢，同露台一樣，都係望翻個好靚嘅海景。咁跟住入嚟就去到主人房，主人房嘅佈局咧都好好嘅喎，門後邊已經預留咗個位置可以擺衣櫃，咁隔離咧可以擺梳妝台、書台、床頭櫃，仲可以擺張5尺嘅床都冇問題嘅。